近日，2026年法律年開啟典禮喺香港大會堂舉行，包括兩大國際法律組織嘅逾100位法律界代表出席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喺典禮上嘅一番致辭，主動提及黎智英案，無情咁督穿反中亂港流離勢力嘅政治把戲。張舉能喺致辭中強調，法庭判案只着眼法律同證據，而非背後任何政治或政策事宜。佢反駁所謂法治已死嘅言論，強調香港法治堅韌穩固不衰，非個別案件結果可以動搖，並批評某啲言論要求提早釋放某被告人，屬直接衝擊法治嘅核心，直斥所謂制裁法官嘅行為，無異於貪腐賄賂，兩者都係破壞公義嘅手段。張舉能嘅發言充分說明，黎智英案嘅裁決結果並唔涉及政治，反而係某啲別有用心之人，企圖利用黎智英案政治干預香港法治。嗰啲打住人權旗號，叫囂要求美國制裁審理黎智英案法官嘅反中亂港組織，以及無理干預黎智英案嘅外國政棍，此時應該覺得塊面發紅發痛。香港法治之所以喺全球享有盛譽，正係因為香港一直貫徹法治嘅基本信念，無人可凌駕法律之上。無論係傳媒大亨，定係什麼政治人物，任何人喺法律面前都係人人平等。講事實講證據，冇一絲一毫私情可言。反觀一啲西方國家恃勢凌人，踐踏法治，憑藉蠻力干涉他國事務，藐視他國主權，甚至驅軍直入強行控制他國總統，更將佢非法引渡回國進行所謂審判，仲厚顏無恥自我標榜所謂自由平等、三權分立，實在令人所不齒。再睇翻嗰啲喺國際上為黎智英政治喊冤嘅流離勢力，以及黎智英嘅一對仔女，佢哋喺黎智英被裁定罪成之後，不停咁以身體健康、信仰打壓等為由，喺國際上賣慘，訴諸多個歐美國家對香港政治施壓，更要求英國將釋放黎智英作為中英緊密關係嘅前設，傲慢至極，完全就係赤裸裸嘅政治勒索。若佢哋對案件裁決有異議，可以似張舉能所言，按適用程序提出上訴或覆核，但佢哋冇選擇從法律角度審視判決，冇選擇喺證據及法律應用上舉出錯誤等法律抗辯措施，佢哋選擇喺國際上不斷重複詆毀香港法治同港區國安法，以及賣慘乞求歐美國家施壓、威脅法官等政治操作，將案件政治化，皆因佢哋心中有數，知道黎智英案鐵證如山，喺法律角度上根本挑戰唔到判決，只能依靠政治手段破壞香港嘅公義。但係香港法官唔會因外力威嚇而影響判斷，流離勢力玩弄政治、賣慘勒索，借法治之名行政治之實，亦絕不會令黎智英獲得釋放。最後留俾佢哋嘅只有一地雞毛，以及香港法院鐵面無私嘅正義之錘。